他本不是這樣的。撒母耳記上9章1至2節。有一個便雅憫人，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憫人亞非亞的玄孫，比哥拉的曾孫，洗羅的孫子，亞別的兒子，是個大能的勇士。他有一個兒子，名叫掃羅，又健壯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沒有一個能比他的，身體比眾民高過一頭。以色列嘅第一個君王掃羅，俾我哋嘅印象係負面嘅。佢離棄上主，追殺大衛，睇自己嘅榮辱成敗比一切都重要。不過經文一開始描述掃羅嘅時候，其實唔係咁嘅。佢年輕俊美，身材高大，健壯威武。另外，佢唔單止外貌出眾，而且內涵優秀。佢孝順良善，信服細心，又識得人情世故，而且接納唔同嘅意見，處處流露出王者嘅風範。但係當佢做咗王之後，原本擁有嘅風範卻慢慢消失，換嚟嘅全部都係貪婪、謊話、悖逆、猜忌、小心眼，令人不禁會問：蒙揀選嘅人點解會係咁嘅呢？係咪神揀錯咗啊？唔係神揀錯咗，而係人走錯咗路。掃羅冇守住佢良善嘅心，亦都冇歸榮耀俾嗰個厚賜百物俾佢嘅上主。佢任由自己嘅心偏離正道，無視上主嘅警告提醒。佢堅持叛逆，唔肯回轉，最終走向衰敗、悲劇嘅收場，成為歷世歷代蒙揀選嘅人嘅一個好大嘅尷尬。佢本來唔係咁嘅，俾我哋有咩提醒？